主后2024年12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愚蠢的罪过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罗马书第1章18、19、23节。上帝对天顶发出受气，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，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捌接着。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，虽然肉眼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，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摕责任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转变做空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因无将荣光归乎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去拜未死灭的人，白鸟、禽兽、通拖顶的像。愚蠢的罪过。俗语讲，人爱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因为安尼，真侪人拢不断学习提升家己，因伫各方面也因为安尼得到成果。反之，人若伫同一件代志不断出错，搁毋知反省，就不得不互人怀疑伊的智商，看见伊的愚蠢。有一句话讲，事不过三，意思指同款的代志不宜连做3遍，延伸意思是毋通互错误再三发生。上帝创造的人类和其他受造物有甚物无同？除了有上帝的形象和灵性以外，人类阁对上帝得到宝贵的礼物——智慧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箴言第9章第10节证明，真正的智慧是对敬畏上帝来的。也就是讲，智慧是来自敬畏上帝，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是得到智慧的首要条件。人只有伫这份美善的关系下面，才当活出有智慧的生命。踮乡村生活，真容易互人察觉大自然的变化。花草树木会对着四季变化，展现无同的美丽风貌。这种经验，互我更较深刻体会，有一位创造者在掌管这个世界。对实际情况来看，人类的聪明确实为世界带来进步发展。总是过程中，人类却也不自觉把家己当作是世界的主人，就代是拍摄大地。人类并不是世界的创造者，对环境的巨变和大自然的反扑来看，就算是上聪明的人，对世界的了解也是真有限，搁无法度真正掌控生命。这个世界，逐工拢是照着上帝创造的规律在运转，人类却看袂到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清楚指出，人虽然知影有一位创造者，却无把伊当作主来荣耀伊，也毋敬拜伊、侍奉伊。上帝的大能甲神性是照着世界万物，互人看见就会当明白的。有神学家讲，上帝为透过大自然向人启示，因为安尼，咱通对万物知影，有一位神创造这一切，阁通对受造的世界来经历甲认捌关系上帝的智慧。上帝照着大自然向人启示，互咱会当有微心来接受伊的救恩。总是今仔日
人上大的问题是，虽然知影有上帝，却轻看伊，要甲荣耀献互伊，甚至毋知爱感谢伊。当人故意否认上帝，心思就会互世界的白贼迷惑，致使内心希望昏暗，最后会受定罪。当上帝出在人类为所欲为，其实是一件可怕的代志。这表示伊已经放杀人，直到人面对伊的审判。这提醒咱，爱做有智慧的人，毋通诚做愚昧的人。特别伫这个世代，咱爱用上帝的眼光看见伊的心意。默想，伫我诚侪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中，是毋是对上帝心存敬畏，追求真正的智慧呢？还是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得过日生活呢？伫我诚侪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中，是毋是对上帝心存敬畏，追求真正的智慧呢？还是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得过日生活呢？咱来祈祷，智慧的根源，阮的主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也是一切生命的根源。求你饶赦我，时常忽略你的话语。求你重新赐予我新的心、新的神，通予我分辨是非。奉主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